揚州大明寺，初建於南朝劉宋年間，一度毀於戰火。隋文帝嘅時候推崇佛教，重建大明寺，並喺寺東建留靈塔，宏麗壯觀。唐代詩人李白、白居易等都曾經登塔賦詩，傳為千古佳話。可惜喺唐武宗嘅時候，西寧塔毀於一場大火，而家僅存遺址，供人緬懷。隋唐時代，大明寺係當時全國首數嘅寶剎之一。著名嘅高僧鑑真大和尚曾經主持大明寺，弘揚佛法，名聲遐邇。喺日本嘅榮瑞普照和尚嘅邀請之下，6次東渡，歷盡千難萬險，終於喺唐天寶12年，即係公元嘅753年到達日本，傳授戒律，弘揚佛法，推廣我中華文化，至今為我佛門僧眾所供養。宋代著名嘅文學家歐陽修曾經喺揚州為刺史。歐陽修築堂於蜀江之上。歐陽修徜徉於名山秀水之間，一時風流，猶傳於人口，八方遊人時來瞻仰。人們歐公仙人舊居中一覽青山綠水、茂樹修竹，統領歐公當日之風流。明清2代至今，大明寺屢經重建修整，光華更生。寺中眾僧遵我佛之旨，廣結眾願，發揚我佛大慈大悲之心，借我佛傳生，反照淨土，願我佛保我眾生和平安泰，無煩無惱，國家昌盛。大明寺為佛門禪宗，修大乘觀略，禪宗寶藏甚多。《金剛經》則為首經之一。我佛云：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，故使經觀略有佛母之稱。我禪宗源遠流長，初祖為達摩大師。二祖慧可大祖禪師，
三祖僧璨監知禪師。四祖道信大依禪師。五祖弘忍大滿禪師。六祖慧能大鑒禪師。禪宗自我六祖，乃圓融通明，禪宗遂成我佛無上法門。而六祖歸依我佛，即因聽人誦《金剛經》而頓悟佛法，遂投身佛門，成為一代宗師。故《金剛經》實為我禪宗上寶藏之一。《金剛經》全名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金剛比喻之名，因金剛有堅固、光明、銳利之性，用以喻我佛般若之性。般若梵音以為妙智妙慧，波羅蜜亦梵音以為彼岸，即無煩無惱、清淨無欲世界。所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意思就係啟人妙智妙慧，了斷一切世俗雜念，解脫人生一切痛苦而示人成佛之路嘅經典。人生在世，總會感到好多痛苦。所謂痛苦，佛學又稱為苦受。從引發苦受嘅字體說，可以大分為身苦與心苦。身苦指飢餓、寒冷、勞累等等身體上嘅苦受。心苦指仇恨、哀怒、恐懼等精神上嘅苦受。身苦仲比較容易解決，心苦就一下子好難排除。我佛宗旨即在度一切苦厄，是人以解脫苦受嘅途徑。此途徑主要在自我身心嘅改善與解脫。佛法解脫苦厄嘅方法，亦就係改造身心同消除妄想之念嘅方法。主要有六種。一、布施就指犧牲自己嘅精神，享受同物質利益，甚至生命，去做有益於他人嘅事情。我佛祖釋迦牟尼昔為使眾生脫離苦厄，放棄咗王子嘅優越生活，經種種磨難，終於徹悟佛法，普渡人生。呢個乃是布施嘅最高表現。二、持戒，即不該做嘅堅決唔做，應該做嘅就努力去做，不作惡，多行善。我佛云：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即係呢個意思。三、忍辱，佛門所云忍，只能夠忍受迫害，縱千難萬險，求佛之心不變。四、精進，即對為善之事，要唔怕任何嘅困難，抱定決心去做，百折不會，堅韌不拔，此即精進。五、禪定，
即精神上嘅安定與高度集中嘅境界。眾生妄念所生與擴張，都係內心散亂所致。禪定亦就係控制自己嘅內心，以達忘我境界，咁樣先能夠制心一處，不生妄念。六、般若，即啟發智慧，深悟佛理，從而知一切人生痛苦之根源，咁樣先能夠徹底超脫一切苦難，成就圓滿人生。我佛學中嘅大乘之學，中心即在發揚人嘅無上智慧之般若學。佛典有云：一切經中，般若經最大。原因就在般若經係特別發揚般若體悟宇宙真理嘅智慧。我佛般若之智慧，不同於一般嘅世俗智。世俗智好如科學家、文學家等，亦有種種智慧，造福眾生，功德非淺。而我佛般若之智，更係體驗宇宙真理之智。得到呢種智慧，先能夠解決生死流轉中嘅一切痛苦。故以上所說解脫苦厄之六法，般若實為根本之法。金剛經乃係佛門般若經中最重要嘅一種，其所傳佛法就係我佛使人了悟真理嘅大智大慧。金剛經係佛祖釋迦牟尼對須提、菩提及眾弟子說般若智慧嘅記錄。釋迦牟尼姓喬齒摩，名悉達多。釋迦牟尼係對佢嘅尊稱。釋迦係古印度之俗名，牟尼乃尊稱，以為聖人。佛門稱為大雄。釋迦牟尼本係古印度加比羅國淨飯王嘅太子，出生於公元前5世紀。19歲嘅時候，因感人生嘅生老病死、哀怨恐懼等各種苦惱，乃捨棄皇家優裕生活，出家修道。先喺尼連禪河附近林中獨自略行修煉6年，後遊經各地，到達菩提伽耶時，坐喺菩提樹下沉思四諦，12因緣之理，大覺大悟而成佛。須菩提，古印度拘實羅國舍衛城人。釋迦牟尼創佛教後，到拘實羅國舍衛城說法，遂經菩提，遂歸依我佛，成為釋迦牟尼嘅10大弟子之一。金剛經即係釋迦牟尼向須菩提等傳授嘅佛法，係我佛無上智慧嘅大要。凡欲收集佛法者，必得讀金剛經。修學金剛經，須揸住金剛經嘅根本要義。金剛經嘅根本要義，可以用金剛經上嘅一句話嚟講明。呢個就係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如來佛性之稱也。呢句話嘅意思係話，世間一切事物
都係空無。如果領悟咗一切事物嘅根本意義都歸於空無，亦就了知佛性，進入咗我佛境界。金剛經嘅根本要義即在此，亦可以講呢個係所有佛門般若嘅根本要義。眾生將我佛門稱為空門，倒也非錯。但眾生對我佛門空無之義頗有誤解，以為我佛所說一切事物歸於空無，即指一切事物都係虛假嘅烏有之物。其實我佛學所說嘅空無已非如此。我佛所說嘅諸上界空，係指一切事物喺根本意義上都係變動嘅，唔能夠永恆。呢個就係講五蘊皆空。五蘊指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。色蘊指眾生嘅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之五根，亦就係人嘅感官接觸外界事物後所產生嘅種種感覺。佛經上又稱為五境。受蘊指眾生與外界接觸後產生嘅種種感受，如苦樂、好惡、痛癢、憂喜等。痛苦嘅感受，佛學上稱為苦受；快樂嘅感受，稱之為樂受。想蘊指眾生與外界接觸後對外界嘅了解、聯想、分析等等。行蘊指眾生嘅一舉一動同心中嘅一思一念，亦就係眾生嘅行蘊同心理活動。識蘊指對外界嘅歸納、分析後形成嘅種種認識。此五蘊包含咗喺一切山山水水、花草樹木等諸境，亦包含咗眾生各種各樣嘅行為、各種各樣嘅活動，以及各種各樣嘅心理感受，亦就係包括咗世界上嘅一切諸相。總起嚟講，五蘊乃係佛法對世間一切物質現象同精神現象嘅總結同分類。而一切世界、一切眾生，可謂都係由五蘊構成嘅。冇五蘊，就冇世界上嘅一切事物同現象，亦就冇眾生。咁樣，我佛學又為何講五蘊皆空呢？我佛學所講嘅空，主要係從兩個方面講嘅。第一，稱之為分析空，又稱為色空觀。呢個係從事物嘅生滅變化上分析出事物係本來冇實在嘅空無。比如一座山，我哋一開始睇到佢嘅時候，只見有好多嘅石頭、樹木、泉水。除咗呢啲，山喺邊度呢？冇啦，山係抽象嘅，係石頭、樹木、泉水等等具體嘅聚合。抽去咗具體嘅內容，山就成咗一個空假。實際上乜嘢都冇。試睇，如果山冇顏色、冇樹木、冇房屋、冇石頭、冇泉水，咁樣呢座山就乜嘢都冇。因此講呢個山乃係畢竟空，無所有。咁樣山上嘅石頭
係唔係實在嘅呢？亦唔係，石頭亦係空。根據我佛教義，石頭不過係好多微塵集合而成嘅，離開一顆顆微塵，石頭就冇，所以石頭亦係空嘅。咁樣，微塵呢？微塵亦係空，因為微塵亦可以分解為更少嘅微塵，咁樣無窮咁分落去，直到分無可分之時，微塵亦就唔存在，而畢竟空無所有啦。世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如此分析，最終便可了知萬物皆空。所以我佛云：世上一切諸相都係虛妄。再從時間上睇，世上一切事物都喺度不停咁變化之中，永無休止。喺一剎那間，事物亦就有咗變化。呢個事物已經唔係一剎那之前嘅事物，一剎那之後嘅事物，亦就唔係而家呢個事物。既然事物喺度不停咁變，咁樣仲有乜嘢一定嘅事物呢？從呢個意義上嚟講，世上一切諸相亦係虛空。以上就係佛學釋空觀所講嘅五蘊皆空，亦就係《金剛經》所講嘅事實相者，即是非相嘅初步意義。為咩嘢講係初步呢？因為咁樣嘅空無觀，仲係從自體不實嘅角度證空，仲係唔夠徹底嘅自覺嘅。如果從自體不實出發，再進一步自覺領悟到五蘊皆空，認識到世上一切根本意義都係空無，就好似夢境、火焰、聲響一樣。表面上睇有聲有色，但實際上卻係隨生隨滅，過後就空空如也，留唔下任何嘅嘢。如果咁樣去認識事物，就冇乜嘢好牽掛於心，自尋煩惱啦。持咁樣嘅空無觀，喺佛學上叫做當體空，亦稱體空觀。達此空無觀，先可了知萬物性空。知性空者，世上任何一事一物都無掛於心，心中空空，唔起貪念，亦就唔會有任何煩惱。世上全有咁樣一個古仔，昔有兩僧，遇風吹翻，便互相辯論。一僧話：幡在動，而風未動。另一僧話：幡未動，而風在動。兩人正爭持不下嘅時候，啱啱遇上六祖慧能經過，乃說：風幡皆未動，只係你哋嘅心在動罷啦。
六祖說風，幡皆未動，而只係心在動，並唔係指風幡實相未動，而係指我心可以唔被一切外物動搖，風動幡動而心不可動，咁樣先能夠不為妄念所惑。世傳我六祖從五祖弘忍大滿禪師受佛法，五祖功德圓滿，將選衣缽傳人，令弟子作耆語。上座神秀作耆略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引塵埃。五祖讚嘆其奉持佛法忠誠不二，但深知神秀尚未徹悟佛性。六祖未能聽人誦此耆，乃曰：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世間無一物，何處引塵埃？五祖見此耆，知慧能以吾我佛無上微妙法門，便將衣缽傳之。神秀之決並非不美，但尚未徹底悟空，仍然有執實相，所以仲只能夠被動咁消除邪念，戒惡為善。而六祖慧能之決，先通明徹悟，放下一切實相，所以能夠千塵不染。呢個亦就係《金剛經》所指引嘅修煉成金剛不壞之心。佛門中存有咁樣一個古仔，有人問禪師：佛喺邊度呢？禪師話：餓咗食飯，瞓咗瞓覺，邊能夠成佛？食飯瞓覺就能夠成佛，係咩道理呢？禪師所指，以為隨緣所識，隨遇而安，無所奢求。食飯瞓覺只係供養真性，唔係為咗食飯而食飯，為咗瞓覺而瞓覺。一茶一飯，飲則飲之，食則食之，但唔係為咗口味享受。持定此心，貪欲便無由而生，妄念便無由而起。無主實相，心即空明。悟世間一切諸名皆是虛妄之理，就可脫離此岸苦海，達彼清淨世界，立地成佛。世間一切諸相都係虛妄，係《金剛經》嘅根本要義。故修習《金剛經》，當首破妄執有觀。但如果從執住有而一味內入執住空，亦未了悟我佛真諦。要識世間諸相都係虛妄，必須了知世上萬物乃係有中之無，無中之有。僅知真空，不知妙有，亦係愚妄。恰如登船渡河，倘若執着於船，以為登船以達目的，是乃妄執有觀，只能永遠身在船中而不能到達彼岸，
但若冇船，亦唔能夠渡河登岸。不知借用船就只能夠喺此岸徘徊，故必須有空亦有，圓融通解，方能徹悟。金剛經有云：一切聖義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，亦就係佛學常講，真空不外妙有，妙有不外真空。真空者，乃指了悟世間一切諸象之性為空；妙有者，指諸法實相有所差別。真空不外妙有，妙有不外真空，即指空有相心，空有相破，方可徹悟真空。若以空悟空，則其空反罪空相，落入執空迷惘之道。我達摩大師曾與當時佛門無相宗就此辯論，因無相宗只知執住空無，達摩乃問：你哋無相宗話空無識諸相，既然你哋唔知道諸相，為何又點知世上之相究竟有無呢？無相宗一僧曰：佛家精義即係空無，其他不敢有聞。另一位又話：佛家三昧即係空無，空無者不可證，不可言說，不可證明。達摩又問：既然唔可講，唔可證，咁你哋點樣又知道佛家精義不可說明，又點樣證明其不可證明呢？無相宗諸僧經過達摩大師嘅點撥，頓時大悟，方知我佛真如大覺之心，既唔能夠妄執有，亦唔能夠妄執空。我佛真諦不壞俗諦，眾人行舉不外佛旨。芸芸眾生正應從日常生活中行事修道，成就佛果。有中悟空，空中觀有，乃係我佛般若無上妙智之大要。大千世界妙有萬千，妙境紛呈，朝陽噴薄，夕陽如火，滄海無邊，白浪滔滔掉。樹木崢嶸，龍音如蓋，山石空靈，流水潺潺。眾生生至其間，安能不目視神秀，心曠神怡？昔我佛門迦葉菩薩聽佛祖釋迦牟尼宣講佛法後，拈花微笑，悟得我佛真諦。世間繁花似錦，美妙無端，姿態萬千。觀花僅見其色澤形態，是為執有；見花而不知其可清淨我心，是為執空。必當有空有觀，空有相破，方能如釋迦菩薩拈花微笑，得我佛真如之心。
世上眾生難解此理，以為我佛之心有如死水，係誤解我佛般若無上妙心。我佛門之子不壞俗諦，世間苦樂之受，非蓋禁之，然當不樂色相。若醉於聲色之響，此念縱欲，則誤己誤人，難登我佛空明境界。故我佛學之真空觀，當以妙有悟真空，以真空觀妙有。我佛旨意非欲使眾生心如枯槁，而恰要啟發眾生無上靈覺之心，於此妙有之中，悟大千世界本性是空之理。故心接妙有，知其實相不空，而真性為空，故能以妙有而我心靈，發我智慧，養我真性，從而滅滅一切妄念。唐代有個圓規禪師住喺崇岳山中，一人前嚟要求受戒。圓規禪師話：我對你黃戒，如果奉此即可入我佛門。禪師問：戒欲者非戒你娶妻，乃戒你不要妄生淫念耳。又問：你能不盜否？回答話：我冇缺者，偷盜為何？禪師話：戒偷盜非僅至此，乃欲你不求奢侈享樂。禪師又問：你能不殺生否？回答話：我長司法，豈能不殺人哉？禪師話：戒殺生非僅指殺生，乃是要你不去隨便懷疑，善惡不分，輔助眾生善舉，即不殺生也。由此可見，佛學所講嘅世間一切諸相都係虛無，並唔係隔絕世事，而係要有中悟空，空中觀有，心中持定清淨無欲，便能夠得到我佛真諦，成就我佛正果。以上乃《金剛經》中我佛祖釋迦牟尼所傳佛法無上智慧之大要。收集我佛般樂，既唔能夠偏執有，亦唔能夠偏執空，必當有執空執相破，不有不空，不空不有，取乎中道，方知真空。《金剛經》云：須菩提於以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一不也世尊。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玄英法師有釋云：精悉其意，非嚴而嚴。凡輕慢行，不為俗諦。故曰莊嚴佛土，嚴而非嚴。滅絕諸相，不為真諦。故曰即非莊嚴。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相觸議題，全歸中道。故曰是名莊嚴。是名者，不落空有兩邊。
有空不外妙有，是故名曰莊嚴。妙有不外真空，是但名曰莊嚴。金剛經又云：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言可殺，不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色香味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玄英法師云：應無所住者真空也，即不住一切有為之上，而生其心者妙有也，即生起六度妙行之心。正無住不妨生心，雖生心依然無住，此即般若理事無礙，真俗圓融，中道第一義體之行。能修是行者，為菩薩摩訶薩也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可稱為整個《金剛經》之心人。昔我禪宗六祖慧能，便於聽《金剛經》此兩句後大悟佛性。有心修習佛道者，最當從此兩句悟入。修習佛道最不易者，亦正在此。南朝時嘅梁武帝係個有名嘅信佛者，為佛門作咗唔少善事。一日，梁武帝向達摩禪師問：我收咗幾千所廟宇，俾廣大嘅僧眾種種優待，咁樣廣加布施，功德如何呢？達摩禪師話：並冇功德，陛下，乃是為布施而布施。一心想得善果，便冇切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嘅我佛真義。心中尚有法相，仍未達徹底真空境界。我佛傳法，乃係俾人道脫苦厄之良藥，其已是治人之病。藥到病除，其藥亦當棄之。世間善男善女，於此最難解悟，不知對佛法亦不能執住。因此，《金剛經》云：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非法，非非法。《金剛經》又云：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王若休息之云：佛恐人離於有此佛法，故云所謂佛法者，非有真實佛法，乃虛名為佛法而已。蓋為佛法本來無有，為駕此而開悟眾生耳。是於本性中，非為真實也。六祖曰：如來所說法者，眾人覺；所說法者，令人悟。略不覺不悟，取外佛外法者，即非佛法也。昔有丹霞天然禪師，遇天大旱，取木頭佛像燒火取暖。院主大驚，厲聲呵斥：你點敢燒我佛像？天然禪師話：我燒咗取佛骨。院主話：木像中邊度嚟佛骨呢？
禪師話：既然冇佛骨，且再燒2個。天然禪師火燒佛像，並非無心修佛，不遵我佛，只不過以心會佛。記得佛心，靈光點透，又何必拘泥於佛像呢？天然禪師火燒佛像，正說明佢已達空明徹悟，不執於佛像，而自得佛性。金剛經釋迦牟尼話：若以色見我，以聲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故參悟佛法，當隨緣悟機，開啟心性不可死讀章句。釋大意懷疑禪師，久不得佛悟理。一日於井上打水，挑擔回廟途中，忽然膽怯痛發，水流一地，當下大悟。佛性如水，裝於桶中，則反而拘離不可得。只有化甚萬物，解除基本我心，不為任何一切所拘，方可徹悟無上空明我佛相之般若。所以修習佛性不拘一法，而佛法廣大，到處可觀。只要心誠，於任何一事一物，皆見悟佛法，印心正果。世上眾生好多人都以為剃髮出家先可入佛門，其實非也。世上善男善女，只要心無貪念，多行善事，不以勞作為苦，不為行樂所迷，不為富貴喜，不以貧賤憂，則能夠見性成佛。我佛之道廣大無邊，無處不在，無始不生。如果為咗求佛而求佛法，便難知我佛妙心，唔能夠真正達到我佛無上境界。金剛經云：修習佛法者，於一切法，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。不生法相，須菩提。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，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或云：若法無上正等正覺心者，於一切法，應當如此知，如此見，如此信解，不必外求法相。然初入道時，不假法相，故冇入頭處。既見聖了，亦當遠離，不必執住。所謂得意忘卻全，到岸不須船。智者禪師頌曰：非道真如理，棄我入無為。眾生及壽者，悟見總皆非。若悟菩提道，彼岸更求離。法相與非相，了應如是知。達此境界，亦就得到咗《金剛經》嘅真諦。